前幾日煮通心粉，有朋友見到通心粉裏邊嗰隻水煮蛋好靚，佢問我點做嘅喎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不過唔可以將蛋直接放入去水裏邊煮㗎。用易潔鑊煲一啲水，煲到好似咁樣，開始冒泡泡啦，加入1茶匙嘅鹽，然後熄火。但係雞蛋都唔可以直接打入去喎，要將雞蛋打喺一個裝咗少少水嘅碗裏面，然後將碗裏面嘅雞蛋連水慢慢咁樣放入去，每一隻都係咁樣，睇清楚喎，要貼住個水面，慢慢咁樣放入去啊。全部放晒入去之後，冚上個鑊蓋，就咁浸到啲雞蛋稍為定型。水裏邊加咗鹽，雞蛋特別容易定型㗎。一般浸佢3至5分鐘。如果好似我咁用一個透明嘅鑊蓋，咁就可以清楚見到雞蛋定咗型未？見到佢定型咯，開返個火，用最慢嘅火，再煮多佢2、3分鐘，煮好啦。睇下隻雞蛋，用易潔鑊，雞蛋就唔怕黐喺個鑊底。你睇下幾靚，咁樣浸出嚟嘅雞蛋，蛋白唔怕散開，外形夠光滑，蛋黃又好嫩滑。你哋都試下啦。